好，踮伫即个土地，用心色做美娘，着掠耶和华做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倚靠伊。伊要互伊食，伊要互你的义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亲像中昼的光。着静静伫耶和华的面前，宽心听候伊，毋通因为迄号事事亨通的，甲迄号歹计谋得到成的来不平，着煞受气，离开大受气，毋通不平，惊了会做歹，因为惊歹的人要受到浇灭，独独听候耶和华的人。因要承接土地，因为搁点仔久，歹人要无去。你若详细查伊的所在，也无去。独独谦卑的人要承接土地，因为平安丰盛，大人欢喜。咱三甲来吟圣诗第184首，上帝听哪会遐大？会众请起立。
游安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院内受苦，并死的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请坐。三甲来启印，启印文第25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予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无固定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着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类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的，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的，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三甲仰头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上帝，愿感谢阿罗你，你差遣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阮世间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赏赐阮有救赎的恩典。既然信主耶稣基督，真做救主，就要得到救，真做上帝你的囝儿。伫阮一生中，也有你的保守看顾。也互阮将来伫天顶有永远的活命。主啊，求你赦免阮对你的亏欠。当阮真做你的囝儿、你的学生的时，无够完全尽心尽力来疼上帝，疼厝边亲像家己，也无够积极抢救人的灵魂来归向你。愿主赏赐阮气力甲智慧。来尽阮基督徒的本分，传主福音到万世界。今仔日，阮要伫遮召开会员好会，要将阮过去一年所做的，甲今年所计划的事工，伫遮做报告。求主感纳阮所做的工，
也保守阮桃园教会陈牧师、张传道甲所有的长职同工，会当同心合一，共同为主的福音来拍拼，互信主的人日日那更天。求主保守陈牧师今仔日所传讲的信心，求你开阮属灵的目睭，会当体会上帝无限的疼，也互阮会用回应上帝的疼，付出牺牲甲代价来见证耶稣基督。愿主圣神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甲好会，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8节，和合本86页，汉语本72页。若是我甲恁在听的人讲，对着恁的就听因；怨恨恁的就好款待因；谄媚恁的就甲因祝福；凌辱恁的就替因祈祷。人扇你这边的喙皮，就挖迄边黄衣；人摕恁的外衫连内衫，也无得当伊。凡若求你的，就互伊；摕你的物的，无得搁甲伊讨。恁爱人怎样款待恁，也着安尼款待人。恁若听遐个听恁的，有甚物恩惠？因为歹人也是听遐个听因的人。恁若好款待遐个好款待恁的，有甚物恩惠？因为歹人嘛是安尼行。恁若照遐个有通毋望伊行的，有甚物恩惠？因为歹人也照歹人，爱因照数额来行。若是恁着听恁的对顶，好款待因，照人也无绝望，恁的报赏就大。搁怎要做至悬的囝儿？因为伊好款待蒙恩甲歹人，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无得批评人，就无拄着批评；无得责罪人，就无拄着责罪。恁毋放人煞，人就要放恁煞；好人就要好恁，就是用足野的斗试药，互伊摘到满出来，拼伫恁的衫皮，因为恁用什么量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恁。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咱这时请圣歌队来对我。
请牧师来证道，伊今仔要证道的题目是主用咱的医生显出伊的恩典。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圣，咱做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遮尔疼阮。你也知阮今仔日要来一只吊开月圆好会。总是这游玩是一场礼拜，人毋是主角，你游玩是整个礼拜内底的主角。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游玩自头到尾，拢通专心致意伫你面头前，专心来敬拜你，专心学了你，专心仰望主上帝你的话。加做阮生命的帮助，总是也恳求主上帝，伫阮会员好会过程拢通顺遂。过去一冬所做的，其实你嘛自头到尾拢伫看。我有够也用心无？我有够也去付出无？自头到尾，上帝你拢知。总是通过会员好会，会当互阮彼此了解讲。教会都有啥物所在需要调整、需要改变、需要进步。总是我愿意对上帝你的话大声来做起，对你的话来明白主上帝你的心意是啥物。所以即时恳求你的神掌权保守阮的心，自头到尾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要启示予阮的亮光。阮安尼向你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传福音，就是爱互人会感动。往咱边人讲，传福音爱互人会感动。为着福音互人会感动，咱的所想所行，有时阵爱超越人的认知甲想象。就亲像咱去传的福音相共款，咱传的福音是安那会当感动。咱敢毋是当讲有一个人为着你来钉死伫十字架顶，迄个人是啥？为着你来钉死伫十字架顶，主耶稣是安怎？因为咱人的罪，因为即个罪，咱未来要面对死。所以，这个人为着咱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搁再来这福音是安那，互人遮尔感动？因为这个人毋是平常人，伊是啥？伊是上帝的囝，伊是救主，伊本身就是上帝。上帝为着疼人，家己来到世间，加做人的形象，为着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这敢毋是就是感动人的所在吗？这敢是感动人的所在？总是这嘛超越人的认知甲想象，对无？所以咱为着要传福音，互人感觉会感动，咱得爱学亲像耶稣基督相共款，为着救人的灵魂的缘故，咱爱学耶稣，爱有某一个程度，爱来牺牲，爱来付出。当咱看圣经的时，有倒一位圣经人物，伊是一帆风顺的；有倒一个圣经人物是无牺牲付出的；有倒一个圣经人物甲上帝同工会当照家己的意思；有倒一个上帝萝卜是追求这个世界，佮贪爱这个世界。无，上帝所竞选的萝卜，所想所行，拢是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的缘故。所以，上帝所竞选的这人，因愿意顺服一上帝安排甲引带下面。该人爱牺牲的时阵，就来牺牲；该付出的时阵，就来付出。而且，上帝爱因做的，真正也超过因的想象甲认知。咱来看旧约的这个先知，旧约这个先知因得到上帝福音拯救的启示。这个拯救的启示是啥物？是只有犹太人得到福音吗？
这个拯救的启示只有犹太人得救吗？敢毋是讲上帝拯救嘛当成做外邦人的光甲暗网？敢毋是？咱若是看新约的这福音书，耶稣只有伫耶路撒冷传福音吗？耶稣敢毋是去撒玛利亚、去提罗、去西顿这外邦的所在去服侍这个外邦人吗？咱来看新约的批信，新约的批信拢是为着啥哩写的？大部分拢是为着啥哩写的？外邦人嘛，这原底无上是上帝救恩的人嘛，对无？拢是为着这人去写的。总是我要讲的是，上帝的救恩临到一外邦人，就是超越犹太人的想象甲认知啦。这超越因的想象甲认知啦。上帝救恩哪会使临到一外邦人？因为刚刚讲对敌就是爱来对付的，上帝哪会爱因去甲因关心，带因疼痛？相反，互耶稣基督所警调的这个门徒，因相反爱做一寡超越人的认知甲想象的代志，甚至是做一寡别人做袂到的代志。因为当人安尼去牺牲，当然安尼去付出的时阵，这才真正对上帝阁有帮助。详细的亲像牧师一开始讲的，安尼做才会感动人，安尼做才会感动人。咱回头来看咱的圣经，咱圣经今仔日的经节第一句是写啥？若是我甲恁在听的人讲，我的版本是较新的台语版本，伊讲恁遮的在听的人，恁遮的在听的人，啊，遮的在听的人是啥？讲话的人是啥？耶稣，啊，耶稣伫岸上咧喊话，恁遮的在听的人是啥？门徒对无？总是对于第一世纪罗马世界的外邦人来讲，丧是即群在听耶稣讲话的人。对外邦人，对罗马世界这外邦人来讲，丧是即群伫听耶稣讲话的人。啊？犹太人，无逐个犹太人拢听耶稣讲话，是啥？门徒啦，门徒啦。啊，总是门徒是一个吗？还是一个团体？啊，一群基督徒的团体集合起来，互做啥？互做啥？互做教会啦。所以对迄个时代罗马世界的外邦人来讲，即群伫听耶稣讲话的人，就是啥？就是教会。但咱比人讲，你就是教会，你就是应该爱听耶稣讲话的人。即句免讲啦。路加伊写即份耶稣的传记，也是讲耶稣的故事。主要的读者是啥？主要读者是啥？咱先到第一章，最主要读者是谁？提俄腓罗对无？一个叫做提俄腓罗的人，圣经学者的研究，即个叫做提俄腓罗的人，伊是一个罗马的官员。若是徛伫社会甲经济安尼的背景来看，伊是一个贵族，伊是一个好野人，甚至伊受过真好的教育。意思是讲，伊的教育程度是真悬的。伫生活上，伊嘛比别人生活较舒适、较享受。甚至咱会当判断讲，即个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传记，是敢有提俄腓罗家己一个人看尔吗？敢有伊家己一个人看？真有可能是提俄腓罗背后迄个团体，白白是知识分子，白白是官员，是这个好野人，是这个贵族伫看。所以这份路加所写的这个福音书，耶稣的传记，是互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罗马世界的政府官员，这个社会阶层较悬的人来看。因伫看这份耶稣的故事。咱爱知影一件代志，保罗伊用几冬的时间去旅行传道，10几冬的时间，伊几届旅行的传道，3摆建立这个教会对无？
总是我要讲的是，伫迄个时阵，基督教伫罗马世界敢有合法？合不合法？无合法哦。意思讲，你组织一遐聚会唱诗歌祈祷，敢有合法？聚会无合法啊！请问无合法的时阵，你倒去人传福音，敢有合法？你开人传一个无合法的物件。今仔日路加写这份福音书，特别要互这个罗马世界政府官员、这个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的较悬阶层的人来看，目的是啥物？目的是啥物？传福音无毋对。就是毋望这个官员、这个知识分子、这个贵族会当对福音、对耶稣、对教会有搁较侪的认捌，毋望当通过这个政府官员、这个贵族的影响力，互整个罗马世界会当搁较来接纳基督信仰。过去罗马世界对教会、对基督徒的这个误解，路加毋望讲通过这个耶稣的故事。会当解除这个误解，会当互这个官员、这个知识分子愈来愈会当入捌教会，甚至是清楚耶稣是安那哩教导伊的门徒。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来看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对路加迄个时代来讲，耶稣对门徒的喊法，就是对教会的喊法。耶稣讲：恁这伫听的人，然后咧。将这个人讲啥物话？咱来看咱的圣经哦，咱一句一句来看。耶稣讲啥？反对你的人，你奈安怎？用啥物话来相款待？用听对无？啊，怨恨你的人爱安怎？爱好款待因。啊，但恁落骂咧，啊，但因祝福。啊，但恁侮辱的咧，祈祷。啊，人若说你的喙皮咧，恁讲的吼，圣经写的，两边拢互伊嘛对无？啊，人若要你的换衫咧，我互因。啊，人若在你求咧，啊，人若要来抢咧，救灾人啊，吼，互伊救灾人啊。你会当想象，当这个教士摕互遐个知识分子看的时阵，因的反应是啥？哈？笑的。世间哪有这款代志？人要甲你糟蹋，要来欺负，你来对付回去啊！你才会使放救灾人。不过耶稣的教导，今仔日就是要互这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去思考一件代志。今仔日耶稣若是安尼伫教导伊的门徒，今仔日教会若是照耶稣安尼伫引带，安尼过去才会政府听到讲，基督徒世界去了代志，安尼的消息是真的啊假的？基督徒世界了代志啊，但是今仔日耶稣安尼教伊的门徒，教伊的教会啊。政府官员开始思考，若安尼，过去因听到讲基督徒咧了代志，这是真啊假？各位兄弟姊妹，恁感觉教会伫现今台湾的社会内底，咱互人正面的感受较济，还是负面的感受较济？恁感觉咧？教会哦，是现今台湾社会是互人正面的感受较济，还是负面的感受较济？正面吗？这样你有信心？恁平常时敢有甲外口的人交陪交朋友啊？拢毋捌听过别人的心声是安怎？不要紧，你若敢正面，就嘛会当正面，吼，嘛会当正面。我要讲的是，有当时教会为着社会议题的发声也好，也是伫教会内底，互人，互这迷信者是无导有互人的感受也好。我讲的是，咱敢有做一寡感动人的牺牲甲付出，
咱敢有咧做一寡会当感动人的牺牲甲付出？我要讲的是教会内底，也是教会外口，原底就有一寡无顾水的人，对无？原底就有一寡袂得人听的人，对无？总是教会也是讲基督徒是安怎去面对遮的人？敢有是安怎去面对遮的人？耶稣直接讲啊，伊讲歹人嘛会安怎？歹人敢是会比输三听，对无？这耶稣讲的啊，歹人嘛会比输三听啊。啊，歹人敢会互相好款待？歹人敢会是经济上互相支援？吼，啊，歹人做会到，咱敢做会到？拢歹甲我应。啊，所以咱甲歹人到底有啥物分别？到底有啥物分别？面对遮个无顾水，互你感觉袂得你听的人，咱敢有持守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内底，用牺牲甲付出的精神来感动因？用牺牲甲付出的这精神来感动因。检查咱有真济的时阵，咱会决定咱的想法则做法，有当时伫上帝面头前，敢有顾水？无啥顾水呢，甚至嘛检查上帝听袂落心呢。路加写这份耶稣的传记，也是耶稣的故事，就是毋望罗马世界会当改变因对教会的认捌。教会毋是一个奇怪的所在，教会袂食人的肉，嘛袂啉人的血啦。恁敢捌听过这种代志？教会内底你食人肉，去啉人的血，你毋捌听过哦？捌听过嘛？对无？啊，基督徒嘛袂死过了代志啊。路加写这份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罗马世界对教会的这认捌。路加要互这罗马世界知影讲，教会伫耶稣基督的教导下面，应该是一个满有慈悲、温柔、忍耐甲良善的信仰团体。佮这个信仰团体，因是心接主耶稣基督永远袂改变的听，来成做因服侍的精神甲气力。咱来想一件代志：上帝是安怎得到咱的？上帝是怎么得着我们？咱是安怎互上帝得到的？这句话真做咱今仔日转去思考的功课。上帝是安怎得到你的？咱是安怎互上帝得到的？敢毋是就是上帝的自我牺牲，互咱大大受到感动吗？敢有人带你来教会？敢有人你来洗礼？敢有人你来背使徒圣经？无人你做这件代志嘛？对无？总是上帝安怎得到你的？就是因为上帝自我牺牲甲付出，咱大大受感动，所以愿意来仰望上帝，相信主耶稣基督。今仔日跟对耶稣的门徒，不管别人安怎甲咱对待，咱犹原爱持守一听的原则，去牺牲，去付出。迄种用钱买来、用条件换来，拢毋是恩典，迄是买卖。总是耶稣爱伊的门徒出去分享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白白授予互咱的恩典，这个救恩。今仔日咱白白得到，咱嘛该白白安怎？去牺牲，去付出，去分享。上帝安怎通过耶稣基督得到咱？咱嘛该学耶稣的款式去得到人。阿门。咱若愿意为着救人的灵魂来牺牲付出，上帝就要互咱得到人。咱牺牲偌济，付出偌济，福音的这个缘故，嘛要互咱得到偌济人。咱要互人的感动，嘛会偌济。今仔日你若无牺牲付出，我要讲的是，咱可能办这济活动，总是敢有法度感动人。牧师直接安尼甲咱挑战，
咱若是无迄个牺牲付出的精神，无听人的形成，咱办遮济活动，讲真正会感动人。咱做伙来思考即个问题。路口为着要互罗马世界遮的官员、知识分子会当对教会有正确的认捌，所以路加写即份福音书，来解除过去罗马世界、罗马政府对教会的即个误解。那安尼，今仔日咱踮伫桃园即个所在，咱踮伫即个社区，咱教会应该爱做啥物，互即个社区会当对咱教会有正确认捌。咱应该爱表现啥物，开始互因正确来认捌咱的教会。咱敢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上帝国的缘故，有所牺牲，有所付出。时间也好，金钱也好，才能也好，各方面的恩赐也好，咱敢愿意为着主耶稣来牺牲付出。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安怎甲伊的门徒教示？伊讲啥物？恁安怎为着人来付出，上帝就要安怎来甲恁赏赐，对无？你互人愈济，上帝要互你安怎？迄管啊，一面刺一面摇，要互砸对无？意思讲，上帝要互你的绝对无空空啦，绝对是饱足的。总是着看咱愿意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来付出来牺牲无？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机会，这嘛是一个应允。期待咱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会当做出智慧的这个选择。咱会当继续安尼来过，咱通继续安尼来过，总是卖当为着福音的缘故，军队主耶稣，学耶稣的款式，牺牲付出，为着福音的缘故，爱来大大感动人。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常常互阮会记得，阮受感动的迄个时刻，常常互阮回想阮受感动甲流目屎，心内仰望你，独独去掉你的迄个时刻，用这份感动。来明白主上帝，你是安怎为着人，为着听人来牺牲付出。今仔日愿这份感动会当通过阮，嘛来分享给别人。检查阮有真济软弱，检查阮面对这个世界价值观，有时阵阮无法度放落，有时阵阮会掠条条。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阮真做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别人的灵魂的得救，就亲像你当初拯救阮相共款。愿主你的心帮助阮，通过这份感动，互阮所做、所行、所受，拢会当感动人，互人的灵魂来得救，互人会当来跟对主耶稣，也白白来成做你的门徒。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将你的话刻掉在我心。三个来吟圣诗第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会众请起立。我爱
会众请坐。奉献，请感承执事李振义执事来书献。希望高的圣殿，要堂白白。你感动我所愿。会众请起立。这是我来报告。而报告的内容，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做伙来读两遍。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路加福音6章36节，请。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路加福音6章36节。所以恁着有怜悯，亲像恁的爸会怜悯一样。路加福音6章36节。咱做行区周报的第1页。顶州聚会的情形，甲即个本州甲下州的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也是今仔日到下面教育部的课程，咱也请家己来看。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按照这个时间地点，来参与。咱每一个会友拢有按照这个8区，迄个名单签名，咱就知影咱是属于对一区的，来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第4页，小组代祷，咱为这身躯有痛痛的，来代祷。第5页，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的，咱请甲中级来接触。第6页，消息报告。本主任上午9点半要举行2019年度的会员贺会，请会友踊跃来出席。当日第1场礼拜甲第2礼拜来合并举行。第2点，下晡1点2701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
3月初2拜六青年礼拜举行圣餐式，请有备心。后礼拜3月初3是妇女团契的主日，祝兄姐为这个事工来关心、来代祷。3月份特月的中职长老是陈建州，执事是陈怡芳、柯明伟。3月份的生日名单咱家己来看无写伫遮，咱家己咱来做伙后礼拜做伙来庆祝。第4，下晡1點2701的会议是要召开3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会。教会消息：第一，为简化会友的申报综合所得税，要付迄个奉献证明。教会伫即个2019年度的，要来逐步进行奉献证明，要交国税局来电脑来连线。有需要的会友，伫6月31前到财务干事遐来填写姓名、身份证。户籍的地址的资料，以便办理。第2點，3月初3，即个顶半年度受洗班要开课，要受洗的兄弟到办公室来报名。受洗的迄个头前遐有公布伫教育部课程内底，迄内底有写什么时间交教室遐拢有写。第3。教育部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公告，对今日开始接收107学年第1学期的奖助学金申请，到2月24，也是今日中昼为止今日中昼要申请的同学，伫即个时间内底，将这资料、影本还是申请的表格，交予各班的老师、主任来团结辅导落入办公室。注意申请的奖学金申请办法，看4楼公报栏，伫第7版即个2019年的查经班，伫2月14拜47點半，暗时7點半开始教会书信是罗马书目前是咧查罗马书。即个后礼拜因为年假的关系所以。咱看头前遐查经班是即个伫3月初73月7號7點半。具体消息：黄文正兄弟兄堪必会姊妹的新妇万代文姊妹伫福泰病院来顺利生产一个女婴，母女平安。请阮因母女来祝福，关心代祷。第2，刘惠梅姊妹的新妇陈嘉华姊妹平安顺利生产，母女均安，请为这个母女来祝福、关心代祷。教界的消息，妇女世界公道日的活动，咱。即个家己来看，伫3月初5 9點中日教会一人100塊到今仔日截止啦要参加的人，请向会长温香、副会长美玲姐来报名。第2項 ，TKC 70周年青年宣告研讨会伫即个3月16拜六9點到下晡4點，7星中华少年教会对象牧者中职青少年团契。小组辅导青年的核心同工核心同工，每一个人100塊内容咱家己来看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敢有第届来到咱中间，也是久久无转来的。一只牧师嘛，甲咱邀请啦就算讲你是第一届来，也是讲你的职无一只，牧师有人欢迎你留步做伙来参与伫即个好会内底，因为这嘛是礼拜的一部分，
嘛做伙来关心过去教会所做的事工，以及未来即个展望以上。咱下面的时间要举行好会，会员好会。咱照即个定数吼，伫第2页，咱大家拢有摕即个会员好会手册、会员合会手册吼。咱先请，好。咱若即段中间吼，有人要去便所的，先可以先下咱即个好会有哪继续咧进行吼。好，咱好会继续进行。即个请献歌队吼，落去坐底面吼，即个福呢可以吼。拢有够啊，拢够。这里请。我报告你。好。等下国部部长啦吼，小会员也是遮部长，迄个会长请往前走吼，要决定即个时间啦吼。有要报告的遮个部长，也是讲团契的遮个首长，吼，中职尽量按头前来坐。你来宣布。好。即摆照即个顺序，阮先来点名吼。咱今仔日照即个会员好会。在职个会员拢总有318人，扣除请假，也是讲有其他因素，袂当来出席的，拢总79个，所以应该出席是爱239名。若照即个参会人数，就是爱120名，过半数。今仔日实际签名的人数吼，伫后壁有签名人数，拢总是148名吼，所以超过半数吼。好，既然超过半数，咱就来参会，咱做伙来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求你怜悯阮。徛在你面头前，阮心内真清楚，阮安怎做，就无够野；阮安怎做，就无招状。主上帝，你自头到尾拢有伫看，你嘛明白。总是通过这个机会，求你的信心甲阮三角地地，通过每一步、每一个部分的报告，来看起阮的欠缺，看起阮需要改变、调整、进步的所在，也愿主会当互阮用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来进行一个好会，因为这是阮将阮过去一当所做的来展现伫你面头前，也求主你接纳阮所做合你心意的，总是遐做无够的、无合你心意的，也求主伫未来一当继续来引带阮。愿安尼向你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点牧师咧邀请咱掀开咱的手册第4页。第4页是2018年的这个议事录。牧师就无直接一个字一个字安尼来宣读，咱家己来看好无？好。直接咱必须爱先通过这个议事录，所以牧师直接要来邀请看讲有谁要来提议接纳无？有谁要来提议接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要来复议。
咱必须爱先通过即个下骹的听数，咱才会使继续。针对第四页2018年的即个议事录，敢有人要来提伊接纳？中级袂当举手，长职不能举手。总是无在任的会使啦吼。好，罗玉学提议。提议接纳吗？还是？有没有呼吁的？看呼吁。可以。哦，提议接纳来。敢有人要呼吁？来。来，对，苏美玲。是。好，安尼。咱第四页的即个2018年的即议事录，就来通过。举手通过，举手举手。好来，要通过请举手。好，感谢。好，接下来咱就来进行下骹的报告。咱大先先到即个第14页。14页的部分，咱请吴长老来报告即个教示的部分。好，即个14页遮有咱旧年度交前年度的教示统计表，请咱家己来看吼。不过就是讲，咱遮聚会的情形，今年度旧年度2018年，交前年2017年，遮。礼拜的人数有降低26名吼，总共吼，所以即个伫咱教会吼，就顶牧师所讲的吼，爱大家小关心、小付出吼，爱互感动吼，较侪人来参加咱颠倒无增加过麦拉斯啦，麦拉斯26名吼，即咱遮在座吼，咱遮会友，咱拢有即个责任吼。我以上安尼报告。好，感谢。接下来咱来先到第1页，2019年教会年度的主题目标甲行动事工。这个字的部分，咱家己来看。牧师一只简单来报告。牧师一公布了后，第一档其实我就有提出连续3档的这个意向甲目标。第一档就是调整体质，第二档就是训练，第3档。就是要来呈现，总是经过第一档、第二档，我发现讲，其实体质爱继续调整，训练游玩爱继续。至于呈现，我想今年咱看各团体也是各部，咱会当将咱过去一档所学的，也是受训练的，会当做啥物款的即个呈现。特别目前牧师甲一寡小会员，也是讲中职。有去参加即个幸福小组，总是这还袂真做咱全教会重点的事工。总是牧师会继续来研究类似安尼传福音的一个策略。未来嘛，毋茫会当加入即个门徒训练，即个双语系统。所以牧师期待讲，对今年开始，咱继续调整体质，继续受训练。未来咱当真做去传福音。买当训练门徒的一个教会，好，以上这是牧师一只口头上问大人的报告。好，接下来咱来先到第15页，咱先到第15页小会的报告，咱请吴长老。这敢爱落来底面？爱，这爱。对。这个先开第15页，这个2018年度，到2019年度吼，这组织也是过去的事工报告吼，一般也是吼，迄个一寡事工吼，拢总伫第
16页遐有重要的技术吼，咱家己来看吼，拢总有16条吼，到即个18页，2018年度小会大数纪要吼，到18页，啊，毋知有啥物疑问，会当来遮提出吼。来针对小会的报告，佮有啥物款的问题？若是无的话，好，感谢郭队长针对这个小会的报告。自后一个报告进行，牧师直接来讲，好会上主要，咱的会友是来听取这个各部的报告，吼，所以直接咱这中间无来质询。也是讲无来提案，总是你若发现讲你写毋对，也是你有啥物款的建议，欢迎咱直接来提出，欢迎咱直接来提出。接续咱先到19页，即个中执会的即个报告，来邀请简称执事。大家平安。平安。咱看这中执会的技术吼，伫看19页。啊，这个中执会最主要，咱就是要来听这个每一个月吼，第一个礼拜下晡1点吼，咱听小会、传道部、教育部、关怀部、行政部、财务部的报告。啊，咱看2018年就是旧年吼，中一个出席率吼，咱连看23页，23页遐就是咱旧年吼，长老执事。伊出席的即个记录内底，咱去看19页，好会手这19页，2019年的组织内底，咱目前长老有80，执事有20，然后加一个副书记，就是黄传俊。咱每一个月开会的时阵吼，最主要拢是定期的即个5部，佮加一个小会报告以外。啊，有重要的议决的时阵吼，咱甲看2018年的时阵，就是看3月份，以及看22页8月份、9月份、10月份有即个有动议在内底，其他拢是一切部的迄报告安尼吼。对即个中执会嘛有啥物意见无？这句我来问，我来，好，安尼，干成执事刚报告完啊。你的部分刚报告完啊，报告完，好来针对这个中执会的报告，敢有人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有啥物款的问题？好，若无感谢感性执事，牧师直接倒来补充啦吼，每一届报告的人3分钟到5分钟的安尼的时间。好，3到5分钟的时间。好，咱接续，咱邀请这个财团法人董事会，咱请组织长老来甲咱报告。今日敬畏大家平安。平安。因为董事会的事工报告吼，这个手册第24页，为了书面报告以外，我口头伫遮咧补充2项代志。头一项代志就是这个3个月前啊，新的这个洗钱防治法吼公布了以后吼，扩大。这个检查的这个单位啦，啊，这个单位内面哦，包括金仔店啦，吼，律师也是会计师的事务所啦，啊，佮增加法人啦，啊，咱是财团法人甲社团法人，所以这是加强要来检查的单位。啊，即摆吼，洗钱的这个防治法吼，洗钱防治法公布了以后，伊的程度吼提悬。所以这程度提悬了以后，古早是5年以下，即摆变做7年以下有期徒刑，哦，这是国际性的，就要防治嘛。所以咱的教会变做讲查核的重点。咱教会财产是2亿5千万，2亿5千多万吼。伊讲超过2000万以上的，就要查核的重点。啊，查核的重点上来要甲咱查呢，就是国税局，啊，搁另外一个是市政府主管机关，市政府要来查。所以咱的每一届的这个合约手册，才会有算。才会决算咯，这个物件拢爱送去国税局、国税局啊，甲市政府去做检查。
啊，旧年度我用调去税管所2届，就是查讲风险的情形吼是不是正常啦，有没有异常啦？啊，若讲你咧风险拢平啊，啊忽然间一个真大笔出来时阵吼，税管所就真有兴趣啊，啊负责人甲你调去讲问，叫你提出来证据，讲这个钱用去倒，有什么用途？这是头一项爱注意的。第二项爱注意的就是讲，你每一个团契、每一个部有做预算，啊，这个预算有正常咧运用也无，吼，所以吼，这个变做爱查。第三个就是风险证明，风险证明咧开时阵，甲伊所你收到的钱是毋是符合？安尼，有一届吼，就是我向掠去甲查讲诶，啊，来查597块是安怎？迄就是误差啦，电脑咧刷的时阵误差，啊去甲解说讲，这是咱的误差呢。所以这就是讲重点查核吼，咱的教会就是其中的，还是社团法人拢共款，即摆拢查得真严吼。所以咱伫遮咧报告讲，无论咱即个风险啊啥货，吼，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的。啊，你风险的钱忽然间真悬吼，这伊就真注意啊，要甲咱查安尼。啊，不过呢，这几年来拢平平顺顺啊，拢过。哦，啊，今年都因为新的版本、新的法律修改了以后吼。伊特别对咱遮较有兴趣，所以要甲咱查，因为咱的财产是2亿5千万，真悬。这是头一点，就要甲咱口头报告。第二点是讲吼，因为即摆要简化，吼无要用这纸，要减少用纸，所以咱即摆吼，明年度开始吼，伊即摆拢用电脑连线。所以你遮风险的吼，咱遮即个财务部吼，伊就将咱即个风险经验，就安尼输入即个国税局。啊，国税局呢，即报税的时阵，你报综合所得税也好，报啥物税的时候。伊这资料吼都会显明出来，都免搁来申请。所以若讲咱毋茫讲无要开这个风险证明的吼，就即个6月30以前吼，去那个财务干事遐吼，甲申请讲我要用自然人，用这个编号离批了以后，税管处伊主动这个风险的资料吼，就会显明伫这个国税局内面，安尼就直接伊就使查，毋免搁考虑个风险证明。因为风险证明要出来吼，真麻烦。是安怎麻烦呢？有当时啊，迄字若写毋对去，啊伊个数额毋对吼，都安尼来甲你调查，像大安教会就是安尼，叫税管处来去查安尼。所以咱毋茫讲大家来配合吼。以上是我即个财团法人当事的报告，其他请咱家己看咱的书面。好，针对财团法人董事会报告，咱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要有啥物的问题要来问？好，安尼咱感谢即个组长的即个报告。接下来咱邀请即个团队部陈建州长老直接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团队部直接甲各位来报告吼。团队部咱看咱的手册是有关的报告是伫29页到30页吼。咱伫2018年其实咱开始针对教会的崇拜甲团福音的事工开始来做一寡小可的调整吼。所以咱伫旧年的时咱有福音队有甲南口文化教会来协助因。另外就是咱伫年底时咱甲关怀部共同行政部吼合作，共同来办理一个福音餐会吼，这是2018年的重要的事工。2019年咱真重要会搁倒来检讨吼，也是讲互咱的教会整个崇拜。甲传福音的事工继续深化吼，特别伫即个传福音的事工今年咱会特别搁来加强吼，福音队共款会做福音初级的工课。另外就是针对整个崇拜即个仪式即个优化甚至咱伫即个祈祷会，希望有搁较侪的会友会来参与。所以咱有看起讲，咱为今年开始咱牧师娘拢伫即个咱的整个的
期程内面，咱伫有看伊有会前有林默进乐的部分，咱拢开始有祈祷会，为着教会的事工等等遮来祈祷，希望有搁较侪的会友会当参与咱即个事工来参加祈祷会。这是传道部伫今年就是针对宣扬甲敬拜的部分咱要特别去强化的所在。所以三个做法吼，就是即个整个崇拜的品质，希望拢会当互优化吼。另外就是整个的希望教会无论伫小组，还是讲伫牧区顶面拢会当增长吼。另外就是福音事工进入社区的这部分，即咱会继续来进行吼。所以伫计划性的部分，咱今年共款会有福音队的出击。另外就是咱希望伫教会咱伫整个崇拜的乐手吼的传承甲训练着的部分，咱希望会当来增加。另外就是社区的报道的事工会当来进行吼，这是今年三个真重要的重点以上报告。好，针对即个传道部的报告，敢有人要提出啥物款的建议，还是有啥物款的问题？好，若无，咱感谢建筑长老的报告。接下来，咱邀请教会礼拜事工委员会即个张正义传道一只来甲咱报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哦！平安。我们在青年礼拜施工，我们帮他翻到32页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到19年，其实我们的组织没有太多的改变哦。同样是由社学少3个团契，还有拉法乐团组成我们青年礼拜的事工哈。那我在这里特别报告，比较是在2019年的年度事工计划的部分，就是在下半部的地方。第一个部分哈，我们今年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新的事工，是说除了原来社学少3个团契之外，我是希望透过以家庭小组的形式哈，来帮助我们教会的青年。这个部分就很像是刚刚牧师提到说，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会友改变体质哈。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信仰上面要有不一样的，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见证，或是我们要差派他们去传福音，我们必须要从他们的体质开始来陪伴他们，改变他们的体质来陪伴他们。那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这种小型的聚会，来帮助他们在信仰上的体质做改变哈。所以在2019年的年度事工计划的第一项，就是在特别说明这个部分。好，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青年礼拜的形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哈，就是一样是在第1周跟第3周会举行大礼拜，在2、4周会有小礼拜。那如果当月有第5周的话，我们会安排造就的课程哦，或是装备的课程。那在这里我可以跟会有一个小小的沟通，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关心我们教会的青年，那我很鼓励我们在家庭当中如果有青年，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青年礼拜，因为我想说，如果青年他们来到主日崇拜，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青年礼拜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的青年，我很希望在座的父母亲哈，你们可以邀请家里的青年来到礼拜6晚上的青年礼拜这样子。好，以上报告，谢谢。好，针对青年礼拜或者事工，敢有人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要提出啥物款的问题？好，若无咱感谢正义传道的报告。接下来，咱邀请信歌队美主执事要来一只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信歌队的这个事工甲组织呢，伫迄个咱的第13、14啊吼部分，迄个队员的组织呢，大家自行参阅啦吼。这个事工呢，特别是要小可提来详细甲大家说明的，就是讲信歌队主要呢，就是要对外宣教的这个交流的参访，就是希望讲会当将这个圣乐呢，会当带出去外口，毋是干那伫咧咱教会内底咧唱尔，会当带出门去，会当有甲别个教会，还是别个迄个团体有一个音乐的宣教甲交流的参访，这是伫咧今年呢，有一个这个事工的这个计划当中。佫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就是讲伫咧进前2年呢，
伫个林家和队长甲即个刘泰山队长的即个时阵呢，就已经有即个计划啊，就是伫个咱大家会当看35页的即个第3点，吼，计划内容的草案，伫个训练甲精进的部分，就是即个福音诗歌的即个 CD 的录制，伫个3年前就已经开始计划，甲去年开始呢，就已经一直咧训练，一直咧练习当中。啊，总算讲呢，伫个即个大家所有的队员的参与，认真的参与之下呢，啊，佮有足侪指挥老师咧来斗3工的即个情形之下，咱总算讲伫个即个福音诗歌的 CD 呢，已经录音好势啊，今年呢已经完全拢已经完工完成啊。啊，即个 CD 内底有13首的迄个圣乐，吼，就是有圣诗歌，有13首当中。啊，阮希望讲圣歌队呢，希望讲会当将即个 CD 呢，是算讲咱大家阮圣歌队员所有的大家真付出真侪时间甲心神来完成的即个 CD 呢，会当将即个 CD 带出去呢。伫个外口，不管是别个教会是别个团体，会当有一个即个照着即个圣乐的即个交流，会当来传福音的即个事工，就是阮今年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啊，佮有伫个即个 CD 嘛，伫个今年的3月31呢，的主日会当先伫个咱的教会来发表，来互大家兄弟姊妹来共同来分享，安尼。以上报告。其他请大家来个家己来参与安尼。好，针对即个圣歌队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讲有要提出啥物款的建议？好，感谢秘书、技术的即个报告。接下来咱来到即个敬拜儿乐团的报告，咱请林宗印8万要来一只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敬拜团的部分，主要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就是组织的部分，还有一些事工计划，就是在37页到39页这边。那我主要就另外特别报告，就是我们今年主要的部分。那我们敬拜团主要就是要带领会众来敬拜赞美神，那透过这个敬拜赞美的过程，来让会众更认识神、亲近神跟领受神。那我们在今年的计划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去装备自己，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青年礼拜，我们在青年礼拜的之前会有一个会前预备的灵修，那就是刚刚传道也有说，就是除了团契以外的这种小组的这种方式，那这个敬拜灵修的内容就是大概是1个小时，那有诗歌敬拜、读经、代祷，那主要的对象就是当天参与的服事人员。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小组可以就是邀请所有的会友也可以一起，如果你有时间提早来到教会，就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小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投入这个敬拜团的事工，对，所以在下半年会去举办这个敬拜团的敬拜赞美训练。那我们希望是除了有乐器的训练之外，那主要可能还有主领、那音控还有 PPT 操作这些的训练。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走出去，不要都是在教会这样自己在一个教会里面这样练习，或是彼此的交流。我们希望是可以透过就是总会或中会他们办的一些相关的赞美敬拜训练营，比如说暑期会办一个升级吧敬拜，我们希望可以把就是教会的敬拜团员，都带去，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以往是好像都是少少的，那我们希望今年可以开始就是鼓励教会的
敬拜团的成员，大家都一起去参与这个训练会，对。然后再来就是根据传道部的规划，我们希望从3月份开始，那我们敬拜团要回到主日的2场礼拜，那来带领会众来敬拜赞美神，对。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整理教会的一些器材，比如说音箱啊、行动音响设备、乐器，去做一个有效的资源利用，对。那也希望就是找一些同工来进行普务的工作，去整理可能教会现在目前有的这些诗歌，然后还有敬拜专辑的歌本的采购这些。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心愿意来服侍，就是欢迎加入我们敬拜团这样子。谢谢。好，关于这个敬拜儿乐团的这个报告，有啥物款问题，还是要提出建议无？好，咱感谢团长这个把关的这个报告。接下来咱来到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报告，咱邀请周长老直接来做报告。教育部的即个去年度甲今年度的即个施工报告甲组织吼，伫咱的手册内面第40页甲47页。啊，总是吼，我只口头简单讲一个，就是教育部吼，伊是下骹有4个委员会，啊，一个主日学学校。啊，主日学学校呢，伊是对即个所有的会友啊，毋是干那囡仔尔咧，对大人，即个人命的造就啊，真要紧啊。啊，因为即摆囡仔愈来愈少啊。啊，所以呢，咱即嘛要注重讲，即个家长的栽培嘛要紧啦。所以咱即个主日学吼，今年度开始一个重大的变革，就是讲，咱就请咧个张传道啦吼，特别是针对即个主日学的囡仔甲即个家长啦，有一个咱当中有一年度有8个月第4礼拜有一个亲子主日，即话啦，是咱台湾的所有教会内面吼。有办即种的吼，我咧真少。啊，咱教会就其中一个，就是讲吼，即个家长、囡仔做伙吼来做即个礼拜伫九楼，吼。啊，咱毋捌看过，啊，但有兴趣的人会使去看。每个月第4礼拜日早起时，伫楼顶有一个亲子主日，哦，这是咱的创举，吼，这个是咱特别邀请吼张传道来负责这个事工，这是要甲咱报告的。啊，主日学以外呢，咱有4个团契。头一项团契就是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啊，你囡仔来读册，啊，处事拢真好哦。啊，伫学校的功课拢优良哦，咱有颁即个奖学金啦，哦。所以即个部分哦，咱拢有照安尼去做。啊，第2个呢，就是信徒的教育委员会。信徒教育委员会咧，针对咱的信徒的教育，咱今年度吼要开始啊，搁来恢复。去年度是无啦，减轻大家负担嘛。因为创世纪吼啰嗦，真歹咧准备考试，所以今年度开始呢，咱个对新约开始啊，对这个约翰福音吼，要开始来鼓励大家来读圣经，哦，啊要举行这个圣经的会考，啊1年2届，所以来记啊，咱是6月初9，咱要考头一届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会考，圣经会考，第1章甲第10章啦，啊大家有兴趣吼。咱拢会当来参与，安尼吼，对你咯每日或者读经计划吼，会当照安尼进行哦，对咱的人命的提升哦，较有帮助。啊，下半年度呢，伫12月初8，咱第2礼拜的考试是对11章到21章，约翰福音嘛，即甲咱提醒哦，啊，咱就用咯，就来说读一个圣经咧，哈，亲近上帝。啊，第3个呢，就是咱个社区的教育委员会。社区的教育委员会哦，因为咱除了一个倒球社以外呢，还有5个班咯，在个班咯，咱就开5个哦。英语的啦、日语的啦、插花的啦、跳舞的啦，这拢总哦有5个班咯。咱就开了真多了，啊，目的是啥？就是来吸引遮的社区的人吼，拢来教会来参与活动，毋是干那算尔了，嘛着爱来参加礼拜，这是咱的目的啦。哦，这是这个社区委员会。啊，搁一个委员会哦，团契委员会，咱学校有拢总有10个团契了，
10个团契啊，这个委员会呢，在咧辅导这个团契，还会当成长。啊，所以咱的10个委员会吼，咱差不多9会吼，每一个人拢有适合的，拢来踊跃来参加10个委员会。啊，因的曙光的报告，我免这读，连面吼，阮请这负责的这个同工吼，来遮做来每一个团契特色，吼啊，欢迎你大家来参加，所以由来因来报告吼。以上很简单，教育部的报告。好，针对这个教育部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要提出啥物款的建议？好，感谢周长老一只的报告。接续，咱来看助理2的报告。咱邀请校长纪明长老来一只报告。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坐较大吼，咱就咱团契的部分，主持一只我于志平代表报告。咱的手册顶面第48啊到52啊，这拢是主持这个组织甲事工报告甲计划。伫这顶面呢，我要强调就是主要这所有的每一个班，拢是来互咱提供，互咱兄弟大家无论大小，提供造就的场所吼。一只呢，希望咱兄弟除了咱做礼拜了后，那其他时间会使拨时间，就来参加主持或者成人班，也是师范班，也是主德长老这晋升课程，咱拢会使来上。只要你有时间，你愿意听，这会坐阮这在座的有的老师，伫这教课的时，会使甲伊互相勉励啦吼。因为圣经的部分，毋是讲今仔我讲互你听，你就捌。这是长期的，每一届听，每一届无相同。所以伫遮呢，咱伫主持学者为了要提供互大家有一个场所。但是今年特别无相款的，就是有8届的主持的儿童亲子主日有8次，有4届是主日学的联合主日，落来咱4楼甲大家来共同来做礼拜。好，这就是提供互每一个无相款的年会，才会会友小朋友拢会使伫教会参与，因为参与才会看到教会无相款。咱希望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互家己机会，学习的机会，给自己成长。以上报告，谢谢。有针对助理2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好，咱感谢校长纪明长老一只的报告。接续，咱邀请相联团契会长庆忠长老一只来甲咱报告。平安。来报告吼，咱2018年甲2019年这个组织吼，互咱家己来看吼。搁而且事项的顶面，2019年阮的事工的顶面吼，阮有几项要调整一下，因为吼一般咱相联团契拢即马最近2年的中间拢对中会吼，拢对中会的事工来进行吼，来进行。所以讲，遮有一个现象，就是讲3月21日北区医学讲座，咱改做4月18，因为咱要邀请即个讲师来吼，就要配合伊的时间。所以讲今年是伫中立教会要主办，所以讲因邀请讲师医生的时阵，爱配合因的时间，所以改为4月18。即个南区的医学讲座是4月26，改为4月11。这原来互咱大家知影吼，但是如果有愿意要去到迄个所在来参加的，原来会使。所以讲伫即个中间的是咱配合中会的事工，特别是从今年有5月20到5月24，咱的国外年宵要到伫8月吼8月。真感谢主吼，咱教会有24位参加即个旅行啦吼，参加即个旅行，总共中会有80位要参加即个旅游吼。过来就是相联团契35周年感恩礼拜，要伫中华花坛要来举行，这拢是咱相联要参与伫中会的事工的顶面吼。咱原来伫遮来报告，9月初4到初6，咱的秋季的旅行，这嘛是中会甲咱排的。
所以讲咱教会咱配合中会来旅游，咱就无搁办即个旅游啦吼，咱就无搁办即个旅游。过来就是即个敬老节，今年的敬老节阮要安排伫咱即个来有餐厅，来有餐厅，因为今年的部长是由我来担任，所以讲我来摕转来桃园遮吼，无过去拢爱伫新竹，也是竹南，也是具体的所在，所以今年来摕转来伫咱桃园来有生遮。希望讲咱少年团契伫60岁以内的会当来参与咱的少年团契，嘛来加入伫这遮的事工的顶面吼。过来伫关怀顶面吼，我毋只讲有机动性参加婚丧喜庆礼拜，我嘛要用探访客友甲大院的关怀。阮即晚有全部咧进行，就是讲伫主日，伫即个第2礼拜甲第4礼拜，若是主日有兄弟姊妹大院，也是需要关怀，阮拢会随即个时间机动性的去吼。伫遮佫有一项，就是讲要邀请我顶头慧玲老师讲过吼，阮需要爱一个司琴。因为阮伫聚会第2礼拜甲第4礼拜事实阮拢无一个司琴的来甲阮配合。阮要教歌拢完全照我这了人教，咧人教。这歌毋是讲教尔，比如伫主日的中间，也是参加中会，拢爱唱。所以讲，阮有议定了后，讲邀请有一个司琴的人来甲阮配合。我顶头有慧玲老师请一个司琴的也是讲会当安排一个司琴的到伫阮的中间。第2礼拜到第4礼拜我是希望这人事会当来促成，互阮伫少年团契的时，伫遐咧练歌唱歌，会搁较好势。以上就是遮咱家己来看包括阮的预算，这的以上。好，谢谢。针对少年团契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好，那安尼咱感谢会长，紧张对落一只的报告。接下来咱邀请妇女团契会长。这个温香好，来美玲姐即只来代替报告。平安。平安。我代表妇女团契遮报告请大家掀开手册56页，2018年甲2019年的组织，请大家家己看。2018年的事工报告，请兄弟家己看。57页2019年事工计划，请大家看一下。其中有一个4月13复活诞的准备，互阮更正伫4月20。来掀开计表页58页是妇女团契今年度的预算，请大家家己看。希望伫今年度，咱妇女姊妹会当踊跃参加今年度的事工甲聚会，感谢。以上报告。好，咱感谢即个妇女团契报告吼，敢有啥物款问题，也是要提供建议？好，咱感谢美玲姐一只的报告。接下来夫妇团契，咱请会长文光。大家平安。夫妇团契报告合会手册第59页到60页是夫妇团契2018年到2019年的组织事工的报告，甲计划，请大家来看请大家关心来倒。今仔日中昼12点，夫妇团契甲妇女团契有联合聚会。伫701教室，邀请陈牧师来甲咱分享，欢迎兄弟大家来参加。以上报告。好，针对即个服务团契一只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要提供啥物建议？好，咱感谢文光会长一只的报告。咱头有听到啦吼，12点邀请牧师分享。所以咱来开较紧的，对无？你拢无要参加迄款哦。好来，接续即个得胜者团契的报告，咱请闽州技师直接来甲咱报告。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得胜者报告吼，迄款首先要感谢各位兄弟，以过去的一年对得胜者的关心、奉献、甲带导，非常的感谢。咱2018年的组织，甲2019年的组织，咱顶悬家己来看，咱会看出来2019年的组织加真侪人，吼。啊，其中还阁有一个苏怡玲吼，即个遮甲漏掉去，啊，真歹势，吼，请大家甲补起哩，吼。苏怡玲伊即摆嘛伫迄款迄落扶风国中甲迄个建国国中伫咧做助教，吼。啊，咱伫迄款迄落2019年吼，助教老师即个遮有加一个资源有一个6位吼，因为伫得胜者咧上课的时间吼，咱会友要去到着国中，伫迄个上班时间要去到着国中去教即个得胜者，非常的无简单吼。所以咱是有桃园区有联合，啊，即摆有6个老师吼，6个其他迄落来甲咱做支援吼，所以即个才有列出来吼。啊，咱线尖吼来2018年的施工报告吼。伫即个施工的方向吼，咱继续共款伫扶风国中，甲伫迄款迄落建国国中吼，是咱桃园教会吼所负责的范围吼。啊，即个有16班吼，咱第1年冷学期嘛16班吼，啊，即摆迄个第2学期嘛共款有16班，所以总共合起来有32班。吼，啊，即学期咧，咱还阁有配合迄款迄落义恩堂吼，义恩堂伫清溪国中有1班，吼，所以即个迄落咱有阁加1班，吼，但是即个是义恩堂负责的，吼，那1班咱拢总顶下学期拢总有32班，32班若一班若以30个来算，咱所含咱搭配的迄款迄落去教育的学生吼。有超过1000个人，吼，所以得胜者伫今年的迄款迄落吼，有超过1000个学生来甲咱配合，所以即个吼感谢上帝吼的引带，咱嘛望得胜者事工吼会用咧伫即项迄落的教导吼，甲迄款迄落学校的互动吼，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口，吼，啊嘛感谢咱。迄个最近吼有搁侪的同工吼，搁参加再一次的受训吼。其中最近参加受训的人吼，有苏怡玲啦，吼有陈嘉恩啦，吼啊嘛有咱迄个玲珑长老娘吼，啊搁淑珍长老，以及我嘛搁有参加伫即个当中，啊嘛搁联合中山教会一个吼张富美姐妹吼。他也要投入我们的得胜者事工里面，吼，咱2019年的事工计划，我们是期盼能够跟学校的老师、跟校长一起，吼，吼因即嘛慢慢吼，拢有吼真认同这个得胜者，吼，所以希望借着因吼，做一个福音的出口，吼。是安那讲，因有真侪认同呢。像扶风国中吼，他就一再的指定，吼，顶学期上课的老师，顶学期上课的学生对无吼，拢要搁再要求，吼，要搁再要求吼。敢若讲恁顶一遍甲阮教迄个，吼，那个班级是因为一个学，咱过去拢是上学期上这个班，下学期就换另外一个班啊。但是吼，伊即阵啊吼。拢搁再吼强调，搁再指定吼，希望咱会用个得胜者事工会用个继续跟陪同他们已经上过课的小朋友，吼，所以咱即摆除了这个情绪管理，除了那个问题处理，吼，即摆有一个真爱守门员，也个有情绪管理，哦，这个情绪管理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把情绪管理好。哦，我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子啦。我的情绪吼，常常都过去吼，即马希望吼
我家己上这个课了，希望会用个渐渐的进步，吼，所以这个是教学相长，吼，以上得胜者报告，谢谢大家。好，针对这个得胜者团契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要提出啥物建议？好，咱感谢会长免就接受一只的报告。接续社青团契，咱请叶总会长来一只报告。大家平安，我是社青团契会长邓亚中，代表报告。那我们大家翻开合页手册第63到67页。这是去年的组织跟那个施工报告，请大家参阅。那我们看到第66页，今年的施工计划还有那个报告。今年的计划大概是维持去年的形式。第一个青年礼拜的聚会内容分享，还有每周的一些灵修或是读书会的一些分享。然后还有读书会，我们有小要理问答，就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以及该尽的本分是什么。那第二点，关怀与代祷，我们也希望我们内部的已经稳定在教会内的弟兄姐妹、社青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彼此关怀跟代祷的肢体的生活。然后第三点是彼此的服侍，我们就是也让弟兄姐妹更多的去学习付出跟服侍人，也让别人对我们付出，然后也去学习付出，然后去互相服侍。那第二点的关怀代祷，其实我们是想让团契的弟兄姐妹过一个有肢体生活的基督徒生活。那我们还有礼拜五还有家庭小组，在礼拜五的晚上8点的时候有那个家庭小组，那由小义传道来带领，然后加上我们礼拜6的团契，如果各位社青弟兄姐妹有时间上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择一来参加。然后第5点，我们社青也预计努力的方向是在教会中有一些比较少参加聚会的一些基督徒，他可能主日结束后就走掉了，他可能比较缺少肢体的生活。我们也，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能够邀请他们加入社青，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邀请他们加入社青，然后彼此，我们也要努力的去关怀他们，然后去为他们代祷，跟他们彼此有一个同伴的生活，肢体的同伴的生活。因为有可能他们是一开始可能会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我们已经很熟了，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要去欢迎他们，然后去欢迎他们，然后去主动去关怀他们。对，因为来久了之后就会熟了，一开始当然就会不紧张，会紧张会不熟嘛，对啊，但久了接触多了就会熟了。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可能有些人会不好意思啊，或者是觉得我们都那么熟了，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就会走掉了。对，这样子有点可惜。对，所以这是我们社青的努力的方向。对，好，以上。安尼，咱一只感谢社青团契会长叶总的报告啦吼，咱感谢。接续咱邀请学青团契洪斌会长一只来做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学青团契会长柯宏斌。2018年的组织的话，辅导，因为我们戴文姐去生产了，所以今年2019的辅导新增一位播音辅导。再来是2018年的事工报告。在2018年的7月8号到7月15号，我们在本教会举行了夏季学校活动。那有24位学青与少期青年一起来参加，那将我们的福音传遍到附近的小羊身上，带领他们一起来到教会。那再来是2018年的8月5号到8月11号，由根志牧师与正义传道带领我们9位青年同工一起到林口文化教会，协助他们一起完成绿色生活环保营。再来是12月15号的那个圣诞晚会，我们总共有32位同工一起来完成一出大戏《一个朋友》。接着2019的事工计划，2019我们学青团契的事工计划与2018年大致上是一样的。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2019新增了一些才艺分享的团契内容，希望能够有将团契友之间能够把自己的才艺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团契时间能够更丰富。那我们在每个月的如果有第5周，则是安排信仰培训的部分，让我们的信仰基础能够有更深的了解。那在2019还有多了2次的联谊活动，希望我们教会能够跟其他教会有彼此都有连结。那以上是我们学青团契的报告，那也欢迎还在就学中的各位兄弟姐妹可以能够一起来到我们学青团契，谢谢大家。多谢学青团契会长柯宏斌来报告。咱多谢哈，请问过来就是请少年团契会长赖和谦报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少契会长赖和谦，然后在这里代表报告。那我们的事工，那我们先报告2018年的事工报告。第3点的部分，8月18号社学少，然后我们有举行一个1日游的，然后还有青年野外礼拜，然后总共有47位参加。那再来也就还有7月8号到15号，那我们少契有5位契友，然后一起来参加下一学校的这个服务跟学习，那我们可以在里面领受更多。那再来就是我们一样是在12月15号，我们圣诞晚会跟学青也共同演出了一个朋友这出大剧，那刚刚有报告过了。那我们再来就是2019年的事工计划。那因为我们人数跟一些活动还蛮雷同的，然后年龄也蛮相仿，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我们今年采取就是联合的，就是我们都结合在一起，就是一起分享，一起做同一个活动，一起去庆生等等的活动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社学上我们都非常邀请各位，然后参加我们礼拜6晚上7点的那个青年礼拜。那结束后，我们都有各自的团契时间。那也如果家里有年纪在国小的高年级，就是小5、小6，然后还有国中、国1、国2、国3，然后还有高1的学生的话，那都邀请他们多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我们从中可以领受更多的像学习品格，然后共同来成长。好，那就报告到这边。好，
多谢少年团体吼赖和清会长的报告吼。咱煞看来73页吼，今年都有迄个2019夏季学校的活动计划吼，活动计划是时间是伫7月初3到7月初7啦吼。啊，大家共同来关心这老师，啊是要招生的，要招的遐学生吼，大家共同来关心这项事吼。夏季学校2019夏季学校，啊，这内底真有真详细吼。73页、74页、75页，吼，这拢有整个营会的迄个内容、时间、预算吼，拢有吼。咱煞接来请妈妈合唱团啊，请这个慧玲老师啊来甲咱报告。长子，大家平安。妈妈合唱团的事工报告很简单。就是1年1次举行一次音乐分享会。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的是联合社区，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才艺班哈。那想说联合这些社区才艺班，所以这次就上次我们联合了乒乓球社，还有舞蹈班哈，然后一起来举办。那其实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就是会外的这些人能够来进到教会来，好，然后我们每次都会放一点那个见证分享在这里面，希望每一次能够一点一点的来感动他们，这样哈。那为什么后面要有一些活动，就是舞蹈班的一些舞蹈带大家一些互动，还有打桌球的互动。那也希望在这个我们每次在办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个当中来练习、学习，跟这些会外的人做一些你信主的生命见证的故事。希望能够跟他们寒暄当中，也能够来说出你的见证故事。那我真的很希望每次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大家兄弟姐妹都能够乐于参与在这个当中。好，不是说他们来了，然后他们就做他们的，你也玩，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来帮忙分享那些餐点，我们也要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来分享你的见证。好，我们好不容易就是说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那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这个当中去浪费掉我们可以跟他们建立的关系？真的很希望说，每次办这个，不要这样子，就是白白的浪费这些时间哈。好，那所以今年也是一样，我们会就是说跟社区才艺，今年更多的才艺班，我们希望连结更多的才艺班，然后在这个当中，好，然后一起来分享，然后也希望在这一次真的诚挚的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当中，当外面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们要用很热情的那种欢迎，那种就是不要让这些外面来的朋友落单，好像没有人理他们这样子哈。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当中跟他们做好朋友，然后去做你的生命见证，这个是我很希望的哈。那在今年的时候，妈妈合唱团也会再一次的举办这个社区才艺班，然后报告一下我们今年哈，我们今年预备要举办妈妈合唱团的福音分享、福音餐会。好，那我们在1月2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举办过一次了哈。那我们是在去年的12月的11、12、13，我们教会有14位的长职同工，然后我们去接受幸福小组的训练。那我们很希望说，我们把传福音的热情能够
感染整个教会，哈，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神希望的，哈，那希望我们救更多的灵魂，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1月28的时候，我们就举办了为这些8位还没有信主的妈妈合唱团的团员，然后我们办了福音分享会，然后在这里我们真的感受到，因为就像牧师今天讲的，我们要付出代价。好，我们假如没有付出代价，我们没有那种喜悦，好，然后神的灵也不在我们当中。然后当我们越多的去愿意分享我们的，不论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人，然后愿意为这些朋友、福音朋友摆上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神的灵就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中，这些妈妈们她就有感受到，圣经真的是不一样的一本书哦，好，然后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有柔软下来，我们真的真的为这个事情，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神的圣灵一直在我们这个当中运行。那我们也要在5月的第1个礼拜一，我们还要再举办一次，为妈妈合唱团的这些 best 再举办一次福音餐会，哈，那就是今年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这样子，哈，那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举办什么活动的时候，真的很希望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而且更多的在这个当中来投入，更多的来欢迎这些外来的朋友，把我们的这个热情要展现出来，不要这样冷冷冰冰的。好，那这样简单的报告。好，感谢慧玲团长针对这个妈妈合唱团一只的报告来。日期上的这个，对，是吗？哦，是。OK， 好，安尼没有问题了哈，改成6月9号。好，好，感谢这个慧玲团长针对妈妈合唱团的报告。接续这个倒球社，这个好社长，这个民委技术一只要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啊，桌球社社长柯明伟在这边啊，针对桌球社来做个报告。好，我们桌球社2018年跟2019年的组织，好，请大家参阅。那在2018年，啊，我们就是每个月的第2周、第4周下午2点到4点，都会在6楼的副堂，就是开放大家练球。那我们在今年的部分，好，我们今年就是从3月9号开始，好，我们是3月到11月的每个月的第2周、第4周，啊，下午2点到5点，啊，都可以来练球。那我们这边桌球社就是以推广说，让大家带福音朋友，哦，或者是对教会比较不了解的朋友，都可以带来这边，啊，我们桌球社都是以就是教导这个新朋友为主。好，我们虽然说彼此大家都会练球啦，啊，可是说，我们还是以传福音的那个为主，对不对？那在今年5月份哈，我们也会举办一个桌球比赛，啊，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在第79页桌球团契的预算，啊，请大家参阅。好，以上报告。好，感谢这个评委社长针对这个倒球社的这个报告，感谢。好，咱接续来到这个关怀部的报告，咱邀请郝家长老直接来做报告。喂，牧师，各位长期、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哈。平安。关怀部的事工报告是第280面哈，咱的这个组织的部分，咱来看一下。第81面的部分，就是第2008年的事工报告的第8点。第8点就是这个探访事工的
即个全年度啦吼，有个记录就是有815人的探访吼。即个就是讲有咱真侪的点一个同工，甲咱兄弟投入吼。啊，咱有缘鼓励咱的即中一同工甲兄弟吼，继续啊，即个关怀的事工来做好。啊，咱来看即个伫82面的部分，就是咱的2019年的事工计划吼。咱请兄弟有缘家己来看，特别爱甲大家讲者，就是讲咱即个好花手册，咱兄弟若转去顺利，毋好家己囥伊爱囥伫你较看会着所在吼。因为咱即摆年纪较大，有时啊要看教会电话，毋知影要较来教会才拢有吼。啊，佮有个人咧问讲，咱牧师什物名？咱兄弟有诶可能嘛毋知影，爱去看者。啊，咱来新诶团队吼，有时即年纪大诶袂记哩啦吼，嘿。啊，咱即摆就是爱注意，就是讲咱关怀部真侪重要诶事工吼。啊，咱爱看，就是讲看伊我有甲标题迄黑色诶部分吼，特别伫83面，即个有一个婚丧喜庆诶作业流程吼。啊，咱请咱诶兄弟有缘注意者哦，你若要申请即个作业，啊，拢伫内底吼。啊，咱阁有即个社区诶服务委员会吼，咱才有一个爱经证，就是伫第一点。即个方向的目标是伫2019年吼，歹势这无改着，所以咱请搁甲改者吼，这是2018年的目标吼。啊，主要是爱兄弟看这，就是讲咱的即个关怀部的事工的一寡重点拢伫内底，所以咱兄弟这好的手册你用使编起来看，吼。啊，约咱中职啊伫外口，咱的各个区，然后兄弟咧带伊啊，即个部分的即个各项的即个庆委会支付办法。真清楚，拢有甲搭伫内底，所以咱他会使来参考一下。伫84面，就是咱伫2019年的即个预算吼以上，关怀部报告。好，关于即个关怀部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有啥物款的问题？好，若是有边的人也毋知影牧师叫啥物名，你一定爱重点甲关怀。然后出来甲牧师熟悉。好，咱感谢浩杰长老针对即个关怀部的报告。接下来咱来到即个行政部85页吼，行政部的报告，咱请文贵长老一只来报告。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行政部的报告，请先开会手册第85页。头一个部分，组织的部分，请咱家己看2018年的组织。甲2019年的组织，内底有变动的部分，是经过小会讨论议决了后，搁甲教会发展委员会搁归属伫行政部，这是唯一有改变的所在。这是头一个组织的部分。请先开第86页，有关2018年行政部的事工的报告的部分，有伫1月甲12月。大部分是咱针对教会的软体、软体、甲硬体、硬体部分，大楼的维护、管理、修缮等等，拢是有关这个部分。因为教会大楼已经嘛经过20多年啊，吼，所以有真侪部分拢有需要修理的部分，所以难免有当时有一寡器材、有一寡设备，吼，遐尼啊无讲。遐尼啊较长，所以如果咱在座的会友，设处你后发现有啥物所在需要改善的部分，请欢迎提出你的建议来，互行政部来改善。这是有关2018年这个事工的报告的部分。第3点，有关2019年事工的计划部分，同款继续是针对咱教会大楼的这个修缮的维护管理。不管是伫网络、硬体，还是这个软体，咱教会设备等等的部分，拢会再过一处的来加强。第87页，有关咱的干事，还是这个资讯，这个委员的部分，行政部嘛佫提出，爱佫来佫加强的所在。下面的所在是2019年这个每个月的计划部分，行政部嘛伫遮有提出每个月的这个事工的计划。请咱后时间再继续来参阅。要补充的部分是，伫今年度会手册第121页开始，
121页开始，有关教会各项的管理的办法，甲即个表格的部分吼，拄啊关怀部嘛有讲到吼，不管咱婚丧喜庆的部分吼，也是讲即个，比如讲交通车、货运车，吼，也是场地申请，吼，借用，吼，也是讲会籍的部分、信徒设立的部分，也是咱即个生活辅助甲职能救助的部分。第121页开始吼，拢有关即个表格，也是管理办法，会用提供咱在座的兄弟用来参与。吼，以上行政部报告。好，关于即个行政部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也是要提供啥物建议？好，若无咱感谢即个文规长了，针对行政部的报告。接续，咱现到92页财务部，咱请移民长了直接来甲咱做报告。老师，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看到92页吼，咱遮财务部的报告，去年吼的情形，其实甲往年拢无足大的改变啦吼，规个结构拢是相像，规个重点就是讲参加迄种财务的训练吼，甲会计师会计师的查证会计师第5点遐，吼第5点遮。好，咱来看先到95页，95页页就是咱报告中会总会吼，即咱的对着咱教会同教会进场门收支余处表吼，针对咱的收入，针对咱的奉献的表，咱的负担金嘛是根据即咱正手并遮、倒手并遮收入即个进场费收入遮，你看到进场费收入遮，你会当发现到约定奉献282万。感恩奉献220万，这对着咱教会来吼，这几年来讲吼，咱的约定奉献其实是倒退，足明显的倒退，非常明显。但是伫个感恩奉献这个部分是差不多维持平板，所以咱鼓励咱的会友会当来用一个奉献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管得乐意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吼。上帝欢喜的咱做，上帝不欢喜的咱唔通做。咱过来看这右手边的支出家，支出你也看到最右下方吼，叫本年度结存金，要一个括号592,978，592978块，这就是咱教会今年的吼是无够额，但是这个无够额其中吼是包括咱的资本支出，资本支出家。好，这是咱报告中会总会的金额。好，咱研究来，咱读过迄个数字咧，你若记会条592,978，咱掀过来这权责基础，咱这个形式是咱教会内底，你会当看到讲，咱教会收支大楼合计，大楼合计，这592,978，你共款会当伫合计加107年度的决算这一栏最下方。你会当看到这个数字，你会当看到这就是甲咱头前报告，咱报告中会总会的数字592,978，592,978这个。好，咱刷接，咱若讲你搁要关心咱教会各部的决算、预算，你会当看97页、98页遮。咱后壁呢，就是会计师互咱的查核表，会计师互咱的查核表，你会当掀到107页这边，基金及结余的变动表，遮你会当看到一个数字，累积余处加107年的短处，268142，好，268142，这个数字就是伫咱的权责基础价，权责基础价，所以这几个数字，咱大家会当来详细来参阅。上重要的就是讲，咱对着咱的教会的收入，咱的收入你的奉献，尤其是约定奉献这个部分，唔茫讲咱有一个祈祷心，会当伫遮来回应上帝恩典。以上报告。好，针对这个财务部的报告，敢有啥物款的问题，还是要提供建议？
好，咱感谢移民长老一只针对财务部的报告。好，一只咱接续检查爱邀请即个检察委员，吼，一只来甲咱回复做一个报告。咱邀请即个美玲姐，美玲姐甲咱做报告。2018年的检察委员报告吼，这边查核的时间是2018 1月1号到12月31号，检察的次数是2次。报告就是讲，咱教会财务迄个支出收入，拢有照规定的定数咧执行。会计账册记载嘛真明确吼，所以各项支付的凭证都可以稽查。以上报告。好，咱感谢美玲姐一只的回复的报告。咱一定各部也是讲各团体，吼，也是各种的即个部门，拢有一只来报告来，吼完整。咱来先到即边118页，118页118页。接续咱要来通过即个议事，要通过即个议事呢，牧师一只报告者，牧师会一个议案，吼，一只来问讲有啥要来提议，所以你若要来提议接纳的人，你来举手，然后讲我是某某人，我针对第一案我提议接纳，吼，安尼方便咱的即个司会会当登记，吼，会当来登记。好来，咱针对第一案。咱来接纳各部的工课的报告，敢有人一只要来提议接纳？好，家庭长老提议接纳，敢有人要来一只附议？傅勇兄来提议，附议啦吼，傅勇兄附议。好，安尼有人提议，有人附议。来，咱要接纳第一案的，请举手。要来接纳第一案的，请举手。好，感谢。接续咱来进行第二个，咱来接纳顶半年度收支决算的即个报告，敢有人要来提议接纳？针对第二案。接纳顶半年度收支决算的报告。敢有人要来一只提议接纳？好来，名字先说明。提议接纳。好，来，慧玲提议接纳，来。来一记，先唱名，然后讲你要提议接纳还是复议。好，来，美玲姐复议。来，有人提议，有人复议。一只咱要来接纳这个案，有要接纳的请举手。好，感谢，谢谢。来，咱来进行第三案，接纳本年度收支的这个预算。好，第三案。接纳本年度收支的预算，敢有人要来一只提议接纳？好，家庭提议接纳。好。好。错会来，会主这复议啦吼。好，有人提议，有人复议。来，要接纳的请举手。好，感谢。来，咱进行第四案，咱来选派即个本年度的检察委员啦，吼。照常嘛是即个美玲姐来。提议林嘉伦姐妹，嘛来有人复议哦。好，来，请坐。来，先唱名，然后讲你复议。
有人提议来。哦，庭规，好，庭规只是复议。提议啊，哈，复议。来，美玲姐是提议啦，吼。庭规指示是即个复议。来，讲倒人要提议。不，你的名唔是朱美玲姐妹啦，我讲，你的民霞提议。提议美玲啦，吼，好来，来，敢有人要来复议？哦，我请要也出来。好，来，利用这来复议。嘿，阮主要是要登记者啦，吼，登记者。好，安尼有2个啊啦，吼，2个恰恰好。有要搁第3个吗？好来，好，提议谁？赎会，啊，敢有人复议？好，来，姊妹啊，一个提议者复议，赎会，好来，咱。3个应该有够啊啦，吼，3个应该有够啊。等下可能咱爱请咱的技术起来斗点名一下啦，吼。因为等下咱可能检查爱举手，吼，咱举手爱点名。咱要选几个？3个要选2个，3个选2个啦，吼。好，咱头仔所提名的，吼，未来的即个检察委员3个。要来选出2位，3个要来选出2位啦，吼。咱原则上咱是以即个过半数头挂人数过半数来做即个准则啦，吼。好，来，安尼。好，即个过半数，咱无伊即摆才现场，还是袂惊离开？好，要伊即现场，还是要伊？来，咱是要以头挂合会一开始，148名啦。嘿，148名吼，过半数，诶，迄个人数也是照咱即个现场的人数过半数。现场。要以现场吼，安尼咱会当请咱的技术起来斗帮忙，咱4排吼，咱来统计一下人数，好无？来，请简称主事哈，咱来统计一下人数。啊，赵美芝主事，这2排哦，2排安尼。第1排32、29、28、31、加12下，楼上12下，132名。我嘛是132。好，132，好，啊，过半数是67个。好来，咱现场统计人数132名，所以咱过半数必须爱67名，哦，67名。好来，咱请即个吴队长，吼，一个唱名，咱来举手，啊，咱的技术斗帮忙来算即个即个投票数。啊，照即个民法咯，就是讲先提名先表决吼。啊，咱即摆有3个啦吼。啊，第一个，啊，一个人会当举2摆啦，吼。好，熟悉一下好。第一位林嘉文，先认识一下哈。好，我们社青的前会长哈。社青前会长哈。啊，第二位是朱美玲，啊，也是去年的检察委员哈。第三位是黄淑慧老师哈，伊伫主路选。黄淑慧在这里吗？哦，在楼上上课了哈，他都在主路学上课哈。好，这样我们就按照这个程序，每一个人举手2次，哈，一个人当举2摆。
啊，先提名，先表决啦，吼。啊，来游完请即个照即个4把交楼顶，安尼大家做伙算啦，吼。来，这个赞成林嘉文的，请举手。啊，头前的吼，我照安尼算吼。有点到手的会当放落来吼，有点到手就可以放下。100，好。啊，楼上5个。好，90位哈。你算90位。对。对了哈，好，90位再确认一下。好，赞成那个朱美玲的，请举手。18、17、23、25，楼上5个，好。好，朱美玲78票哈。对，没去。好。赞成这个黄淑慧的，请举手。9，5个，8，我这3，搞定，没有是吧？好。32票哈，好，那牧师安尼怎样？好，安尼牧师直接来宣布通过头挂野手的这个投票，咱恭喜这个嘉文甲美妮姐妹，因正做明年度的这个检校委员，咱请因起立，咱拍拍啊，大因感谢。好，咱来进行到第5案。第5案就是咱桃园教会中职丢了技术选举办法的这个修正，这是119页一直到120页，基本上甲去年度的拢相共款是安尼，相共款拢无啥物款的改变啦吼。有人要来直接提意见啊无？来，美玲提议，接纳哈，来，不用无偿复议啦吼。后来有提议接纳，有复议，来要来接纳第5案的，请咱野手来接纳。好，感谢。好，今仔日咱已经完成各部也是各团体报告，后壁即个意思，咱5个案。嘛来即个通过，即点咱来做一个阶段的祈祷，来做一个阶段的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通过一礼拜的中间，我有将过去1年的事工，直接来分享报告，互众兄弟姊妹会当了解。总是嘛是这中间继续通过报告，主上帝，你是共款的呼召。呼召阮会当做伙努力投入一教会的事工，所以恳求主上帝，你的神继续感动阮，看对一个部门、对一个团体，你有感动、有负担，甚至感觉遐需要你来付出的时，主啊，恳求你来引带阮的脚步。这点我的礼拜要来继续，愿主继续来保守阮的心，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三个来吟圣诗上行的诗第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会众请起立。咱做来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将耶稣基督牺牲付出安尼的心志，放进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会当互阮的行道常常感动人，引带人来认捌主耶稣。会当互阮共同来敬拜你，学乐你的荣光，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电乐密导。即个今仔日分便当啦吼，要出来家己安尼来做伙来呢，请技术来到卡唱。今仔特别感谢陈文丽的第二查囝吼，田宇杰满月吼，伫外口面有甲咱准备一寡甜点吼，咱做伙三个来甲庆祝欢喜啦吼。田文丽吼，今仔出去分便当吼，今仔中昼楼顶无爱餐吼，所以用便当。大家平安咧吼，互相即个互相请安。